來看這網絡頂頭，即陣是有一段機長甲塔台對話引起討論。這是一架華航對香港飛轉來高雄的飛機。這機長佇咧塔台要降落進前，就甲這塔台申請，講要佇咧空中停駛一練。這理由是講有一個囡仔唔坐好好勢。專家是將肯定這個機長的做法，認為講是安全上介重要。佇咧遮嘛要提醒大家，若是坐飛機唔遵守安全指示，上當是愛食5萬塊的罰單。航管你好，華航934，我想先給你申請，我在機井做一個 orbit。飛機降落進前，機長呼叫塔台，表示無到執行降落停駛，要申請進行一階佇空中試，不過原因真特殊。跟你報告，空服員報告有一個小朋友還沒有做好，我們就不能落地。原來這是華航 CI934班機21早起為香港起飛，要降落小港機場。無想到11點33分，飛機原本已經進入降落停駛，機艙向塔台緊急通報，因為飛機頂有囡仔無坐好，嘛無綁安全帶，所以申請小等下才降落。通聯錄音佇網絡頂引起討論。你在起飛或降落的時候，因為它具有70%至80%的失事率之高，如果它沒有繫好安全帶，那機長降落了，萬一在降落的過程中有任何意外閃失、碰撞或意外的話，那到時候責任的歸屬到底是在航空公司還是小孩本身？專家肯定這個機長的做法，認為符合停駛而且真嚴，嘛分析英國發生真濟件案例，旅客佇安全帶的警示燈發起進前就佇行振動，那拄到突發狀況，恐驚會面臨人身安全的風險。無樂見旅客無遵守指示。前技師嘛分析，只要機長研判無法度保持穩定進場，就當執行停飛。嚴重的風切，甚至是一些極端的氣候狀況，比方說突然間雨下得很大，能見度喪失等等等等，他沒有辦法安全落地。任何情況之下，只要機長認為他沒有把握，可以安全的把這個飛機降落到地面的跑道上的時候，他都可以選擇執行重飛的程序。隨上，若是旅客無遵守，機長為了維護航空器的特殊甲安全指示，那違反民用航空法相關會處新台幣5萬的罰款。不過這個個案並無正式通報，無開罰。記者採訪報道。